的聲音散在風裏，一味 say yes 不怕面對。人民話 no， 佢未畏懼，更未自衰。No no 的聲音卻未減退，仍在台上大拋金句，仍然話 yes， 丟假得佢撐住不敢疲累。黃燕燕幾威，言論又出位，鑊鑊大事盡 show 他那權勢，想搞靚旅遊業，使180萬，又教人做美妻，要着透視墊底，他真的語道被電腦寫極殘死，所有笑話在面子書中散播萬里，啲樣老到巢皮，粉底一早有預備，搽到成個樣後無比。惱惱的聲音永未減退，不知羞恥講三講四，係要話 yes 不俾面佢，放大 no 聲萬隊。黃燕燕幾威，言論又出位，鑊鑊大事盡 show 他那權勢，想搞靚旅遊業，使180萬，又教人做美妻，要着透視墊底，他真的語道被電腦寫極殘死，所有笑話在面子書中散播萬里，啲樣老到巢皮，粉底一早有預備，搽到成個樣後無比。燕燕講 yes， 民眾卻 say no， 站在台上盡 show 他那權勢，山埃廠嘅問題始終推搪難理，又教人做美妻，要着透視墊底，他真的語道被電腦聲對撐死，對到繼續未會怕輸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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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，啲樣老到巢皮，粉底一早有預備，搽到成個樣後無比。你老闆你話，我都話咗我唔得噶啦，你係要 yes 咁多次啊你，完全唔令我幾人難受啊你，你唔好再嚟啊，再嚟我一句我就懟死你。